这位36岁张先生，想要有囡仔，却一直无消息。伫基美医学中心的诊断，除了发现精液的分析有异常，精虫的数量甲伫活动度嘛无理想。经过诊断，发现患者的左侧阴囊有明显的鼓胀。经过临床诊断，确定是左侧的精索静脉曲张。所谓精索静脉曲张，就是我们会在阴囊，当然就是男性啦，阴囊的部分的话，我们阴囊的一个血液，它必须靠着静脉回流到我们的一个腹腔。那回流的部分，有的时候可能会一些瓣膜问题或其他一些因素造成阻塞，而造成血液堆积在所谓的一个阴囊的部分，就有点类似我们脚有那种蹼卡筋，就是那个脚会浮肿肿的那个状态啊。如果发生在男生的阴囊，我们就所谓精索静脉曲张。根据统计，精索静脉曲张伫健康的男性发生比率大约1成到15%，甚至甲不孕症有关系。疾病症状包括病人本身感觉阴囊疼痛，或者是有下坠感，尤其徛久以后特别明显，或者是一个人摸起来有无正常的凸起物，则寻求就医。主要大部分病人会有一个疼痛的感觉，那种疼痛不是非常非常的疼痛，它就是有些人会觉得闷闷胀胀的，那有些人会觉得就是有点下坠感的一个情况，那甚至有些人如果比较严重，他的那个浮肿的一个情况甚至他会摸到好像就是在阴囊的里面好像就会有很多凸起物这样子，所以有些人他是摸到奇怪怎么怪怪的，他会有点紧张而过来寻求就医。精索静脉曲张它其实进一步它会造成一些男性不孕的一些问题。对，所以有的时候当我们看到有一个男性不孕的一个情况的话，我们进一步会去帮他做一个身体的一个检查，或甚至进一步超音波的一个检查，就可以发觉，原来他有一个精索静脉曲张的一个情况，所以他不一定有症状，可是他有可能会间接的造成这个所谓一个精虫品质下降的一个问题。目前精索静脉曲张的手术有真侪种，但透过纤维手术，伫有新的比率会用达到4成以上，复发率甲阴囊水肿嘛有下降的趋势。并且对着精虫的品质嘛有机会会用得到改善，对着男性不孕症有帮助。因此，医生提醒，若男性不孕或者是精虫品质无好，就必须要注意是毋是有相关的症状，提早就医。台南新闻林跟杨顺怀采访报道。